不需要前缀，没有缀词的。那有一些就其他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边没有提到的，呃，还缀这些这个方式哈。那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就是从我这个 PPT咪型、妈型、中缀这个方式一直往下讲哈。好，呃，我们首先第一个单元哈，我们会先讲咪型的这个词缀。那什么叫咪型哈？我想有一些我们就是学员里面已经会有一些已经很会使用的哈，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再重新再理解一次哈。在我们阿美族的构词里面，呃，我们会有一些名词或者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它前面是使用咪的。啊，在习惯上，我只能说习惯上会使用咪的哈，我们都叫做咪型的动词，就是它加上这个咪之后，会变成一个主动的动词哈，那我们都叫做咪型的动词。那如果它是使用妈的，我们就叫它叫妈型的动词，啊，就是延伸之后变成一个动词哈。那这个后面的字根，它会有使用到名词，或者是本身就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哈。这个我们之前常常会拿一些字根来做练习哈，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就会知道哈。那有一些是专门使用咪的，不能使用妈；那有一些是使用妈的，不能使用咪，所以不能搞混哈。那么怎么去分辨它哈？我们目前只能先使用习惯的方法，就是我们部落习惯使用的方法来去做判断哦。那但是从结果来看，其实咪型加上字根之后，它会变成一个主动动词。一般来说，它是比较外在行动的，就是外显的。那妈型的话，会比较属于一种状态，或者讲一种心理状态、心理感受的那种动作，都会使用妈型哈。那当然，这个是统计出来的啦。那我们目前还是先习惯。那所谓的习惯，就是说多使用啊。好，我们第一个哈，在构词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先使用咪，然后呢，我们会在咪的后面，我们自己找一个字根是名词的。哦，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之前常常使用的哦。咪再加上名词的字根，所谓的字根就是说它是单纯的词哈，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词。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这个单元呢，我会先用这个 PPT 应该看得到哈，字比较小一点。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哈，这个是我们阿美族会使用到的构词的方式，不管是前缀、后缀、构词的方式哈，在句子里面去使用的方法，所以有很多种，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慢慢的来去揣摩，来学习一下哈。那我们先来看看我红框框这个地方，我们会先来练习这个地方哈。好，我今天使用的这个字根是沙凳，沙凳是菜，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它是菜，菜的话它是名词，所以当我们讲说名词的字根沙凳前面加一个咪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主动的动词，它是一个外显的一个动作哈。我们就叫做，所以我们米沙凳叫做踩菜，它是一个行动，一个外在的一个行动叫米沙凳。那我们怎么在其他的这个词缀怎么去做变化哈？我先来看哈，如果这个米沙凳
我们要让这个米沙邓变成一个祈使句，就是说一个命令句。米沙邓，我们都会使用 be 哈。米沙邓采菜，它是一个主动的动词，我们要变成一个祈使句，我们会使用 be 比沙邓。那我们从这个比沙邓，我们来开始看哈，会有哪一些可以使用的哈。好，比沙邓就是去采菜，它是一个祈使句哈。那我们把这个比沙邓当做我们目前要使用的一个字根，它是一个构词的一个字根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前后加上一些词缀，会变成什么？好，我们来往上看这个前缀比沙邓，比沙邓前面再加一个词缀前缀哈，会有哪一些改变呢？好，比沙邓前面再加一个沙，沙比沙邓，它会变成采菜的工具或者是方法。哦，记得哈，如果有新来的同学，比沙邓前面加一个沙，它会变成一个采菜的工具跟方法。好，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米沙邓开始去做改变哈。米沙邓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动作，去采菜，变成祈使句，我们就把这个咪变成 b，比沙邓就是去采菜祈使句。那这个比沙邓呢，我们前面再加一个比沙邓，它会变成一个工具或者是方法啊，也有可能它是一个原因啊。好，那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比沙邓前面加一个八，把比沙邓它的意义就变成让什么什么去采菜，使什么什么去采菜，或者是说让谁去采菜，使谁去采菜啊？在做在句子里面，我们使用了巴比沙邓，在做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会要使用这个方法啊。巴比沙邓，我们就使用这个方法来去做翻译哈。使谁去采菜，让谁去采菜，好，这个是前缀的部分哈。那如果是后缀呢？这个比沙邓后面加一个后缀，加一个词缀呢，有哪一些方法哈？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比沙邓后面加一个 an，比沙登岸，比沙登岸，它就会变成采菜的时间或者是一个地点哦。比沙登岸，比沙邓后面加一个后缀岸，它会变成采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好，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这个比拉邓前面跟后面都加上词缀，会有哪一些改变哈？那我们目前统计出来，这个比拉邓前面可以加沙比沙登岸啊，前面加一个沙，后面再加一个岸，沙比沙登岸，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说想采菜。哦，所以我们如果有初学的哈，我们可以从这边从一个字根从这个咪开始做变化哈。我们待会可能会需要大家来做一下练习哈。因为这个构词我们会从这个会有5种的方法哈，就是前缀2个，后缀1个，然后前后缀1个，4个哈。然后这个比拉邓我们也顺便做哈，就是有5个例句来做一个练习。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句哈，这个字根我待会再 po 上去。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哈，我刚刚有讲到说，拉邓它是一个名词的字根，如果我们前面加一个咪，因为它是咪形的字根哈，
米沙顿，它是一个主动的动作。米沙登嘎过就是我采菜。那这一般来说，这个咪有时候我们会翻成要，或是说在，我要干嘛，我在干嘛，那个要跟在哈。那我这边我就不翻出来哈，大部分会有这样的意思哈。米沙登是在采菜，米沙登嘎过我在采菜，或是说我要采菜哈。那我们知道就好，那通常我就不把它翻出来，我直接就是我采菜，沙登嘎库，就是我采菜。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这个哈，我们现在是比沙登，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打比沙登。好，来念句型二哈，乌萨比沙登阿库老师是不古面，是先练第一句？我先念好，一句一句吗？也可以，好，好，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一句一句来练习好吗？那因为可能会需要同学来实际的来演练一遍哈。好，我们就用第一个哈，自己找一下字根哈。那我需要把这个字根贴出来吗？各位同学，是咪型的名词的字根哈，很简单。第一个句型是最简单的哈，然后这个名词的字根前面加咪，然后后面你就自由发挥。那我提供的这个例句呢，就是米沙登嘎库，我在采菜，我采菜。好，我们请我们同学哈来试试看，尤其是比较对主语有兴趣的、比较年轻的或是新来的同学来练习一下。那这个通话信息栏这边，我已经把这个咪型的字根放上去了。这个名词的字根其实还有很多啦。同学，如果你不使用我提供的这12个哈，你可以自己用你有想到的，它是咪型的，也可以写上去哈。那我分析啊，好，我爸这边我们请我爸来念一下好了，你的句子。はい。みがすがく，我去砍柴。砍柴。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嘎碎是木材嘛，嘎碎是木材，那米嘎碎就会变成去砍柴。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意义上的改变啊。这个去砍柴是无法他自己去定义的哈，因为他确实是去砍柴。那我们也可不可以说我去捡木材、捡木头也是可以啊？因为像我不知道现在啊，以前因为在山上也有很多是那个树是已经被台风吹倒了，或者是说在漂流木啊，那个也可以讲说米嘎碎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去捡木材也是可以啊，就看你所老师，使用的。老师，我问一下，米吉浪跟米嘎碎差在哪里啊？米嘎碎一般是那个已经不成形的，不成木那个叫什么树木啊？树木如果一整株的，我们叫吉浪，对不对？那嘎碎一般都是它已经可能不成形的，就是它是木材啊，应该这样讲啊，木材，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所以米吉呃，浪要怎么翻？米吉浪是砍树的意思吗？对，米浪的话，它会因为这个吉浪这个意思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不会说那是一棵那个是一个嘎碎，不会，我们会说乌吉浪古浪那个是一棵树，所以米吉浪
我们一般会说去砍木材，就是把把树木砍倒。那米嘎碎一般它已经是不成形的，所以它也可以是砍啊。我们可以把那个已经碎掉的这个木头把它砍啊，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叫做它是不成形的一个木头嘛，所以我们可以叫做去砍柴啊，米嘎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吉人跟嘎碎的分别。可以可以。好，那我们请那个赵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米马里古维上努马古，我的朋友在打球。好，谢谢嘎赵米马里古维上努马古。好，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先放在，就是虽然像嘎赵这个句子后面就有一些属格啊，好，我们就先不讲解那些，我们先把这个放到这个咪加字根这个部分哈。除非有同学问我再去做讲解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哈。好，请苏贤老师。はい。見つけうちいな伊利亚，妈妈在海边采海贝。好，谢谢苏贤老师。mitsukiu，这 kiu 就是名词嘛，海贝，所以 mitsukiu 就是去采或者是去捡，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讲采的话，有那个会使用工具了，叫做采嘛。捡的话就用手捡，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好，谢谢。那 mitsukiu 及 ina， irial 是一个地点，所以我们使用地点前面，我们一般都是使用一，是我们叫做什么地方副词嘛 irial， 我们都会用一。好，看看还有没有例句。老师上面那个一这，如果是米一这是吃槟榔还是采槟榔？我们的习惯没这是吃槟榔啊，那可不可以使用在采槟榔？我觉得可以，因为像我刚刚提供这个像米沙邓哈，你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了，我们很快的分析啊。我们采菜叫做米沙邓，我们吃菜呢，吃的话我们都会用古马恩嘛，可是米这我们的习惯上是直接就是讲吃槟榔啊，那可不可以叫做采槟榔？其实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构词的这个部分我们先统一化。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关系哈。所谓的统一化，就是我希望新加入的比较年轻的族人，或者是说对族人有兴趣的朋友不太会讲的，我们先让它标准化了，让它标准化，知道怎么翻，先怎么用，这样就好了。那如果说有跟我们线上的族人朋友跟你们部落的习惯有冲突的，稍微跟我说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因为为了要统一化，所以可能在习惯上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那个。所以我想回答那个陆贤老师说，采槟榔可不可以用米？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就看你当下的情境了。好，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以吗？好，因为第一个句子它是比较好，因为第一个句型它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只是那个名词字根前面加一个咪而已那整个造句的话，你可以造很复杂，也可以造很简单那我是用
米沙登嘎库，我用最简单的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把所有我刚刚所写的这个名词字根放在这个沙登这边去改它，米吉朗、米古号、米卡瑞、米卡布。然后我们会按着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按着这个名词字根的性质去做中文翻译。你看什么意思哈？你沙登嘎过，因为这个沙登是要用踩的，所以我们就翻译叫做我踩菜。那如果说米嘎布呢？嘎布就是同伴嘛，我就不能翻成我踩同伴了，不是。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会说加入 gabut gagu， 就是我去加入同伙嘛，同工伙伴。gabut 就是去加入别人 gabut gagu。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如果你要再做更深入的描述的话，比如说 gabut gagu 以及马案，我去加入谁？或者说我去加入哪一个团体，这样子哦，后面可以做补述。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理解哈，就是说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老师那个 Sandy 已经写了。好啊，那我们请那个 Sandy 念一下你的这个例句啊。mi ijeb ji mamu， 然后我中文写在下面，忘记打了。麻木在吃槟榔。那个 Sandy， 你们的麻木是奶奶吗？对不对？也有讲麻木，也有讲阿嬷。是啊。那阿嬷，一般我们讲阿嬷是就是那个妈妈这边的哈。外婆。那奶奶的话，我们讲麻木，这样我们是这样分哦。你们是这样吗？应该都一样吧。我们是有分啊。小时候都讲阿嬷的，然后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是有分。对。我们还是习惯上麻木是奶奶，阿嬷是外婆这样子。好，谢谢森。好来，谢谢。好，那我们因为第一个例句比较简单，我们就往第二个哈。第二个，老师好像刚刚有人刚进来，你那个字根要不要再贴一次？好，因为这个字根可能会用到好几次哈，我再贴一次。好，那个后来的同学或老师哈，我这边贴了一个咪型的名词的字根，这个待会会用到哈，我们就先不要讲究太深奥的字根啊，主要是把这个构词结构这个把它练熟，就是尽量是背起来就好了。好，那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刚刚讲的第一个这个练习哈，我再从头来讲一下哈，因为刚刚有人后进来，我很快的说一下哈。今天会讲构词，那构词呢，我们先讲这个咪型的，那后面加字根，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这个我们做的这个句子当中哈。那可是因为构词的方式哈，前缀、后缀或者是还缀的方法不同，中文翻译当然就会不一样嘛哈。那我们看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讲米沙登就是踩菜，它是一个很主动的动词哦。那我们从这个米沙登变化成比沙登，它会变成是祈使句，就是去采菜。所以这个咪跟 b 其实也常常会放在一起啊。那同学们就是念，你就背咪 b 咪 b 这样哈。咪主动的米沙登变成祈使句，就会去采菜变成比沙登。那我们从这个比沙登开始哈，前面如果加前缀沙比沙登，就变成采菜的工具或方法。那如果
比拉邓前面这个巴呢，把比拉邓就会让谁去采菜，使谁去采菜，会变成这样的翻译吗？那如果是后缀呢？比拉邓后面再一个岸，比拉登岸，它就会变成采菜的时间跟地点。比拉登岸后面加一个岸。那如果是前后都加呢？只有一个哈，前面加一个沙，后面加一个岸，沙比拉登岸就是想采菜，就会变成这个意思哈。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法放在我们的句子的结构当中去做中文翻译，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用了这个句型1，我们现在来看句型2。句型2是前缀，对不对？比沙登，我们现在是用比沙登这个哈，那前面加一个沙呢，就沙比沙登。这个其实我们前几堂课都有讲过，那没有关系哈。我先来念这个例句：乌沙比沙登阿古古尼阿布乌乌沙比沙登阿古古尼阿布乌。好，我先讲中文翻译。这把刀是我用来采菜的。古尼阿布厄，好，这个古尼是只是代名词嘛，一个。那一般来说，古尼加上一个名词啊，不厄之刀，我们都会习惯上会加一个联系词哦啊，古尼阿布厄，古尼阿当刀，古尼阿慢慢，就是都会加一个啊。但是有时候有的族人会省略哈，它是可以被省略的。所以也可以说古尼泊这样，它是省略了。那习惯上我们会加一个啊这样子，口语上很容易省略了。我自己也是常常省略。那个习惯上加个啊还是会比较正确的。好，那这个沙比沙邓，我们刚刚讲说它会变成什么？采菜的工具，或者是一个方法。或者讲原因哈，所以乌萨比拉登阿库乌萨比拉登阿库，我用来采菜的工具是什么？是这一把刀。那我们翻译是从后面翻的哈。古尼亚伯这一把刀呢，是这个乌我们都翻成是哈，是我用来采菜的工具。乌萨比拉登阿库古尼亚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我们就用我刚刚贴出来的这个名词的字根哈，你要用一样的也可以，来造个句哈，就照我这个方法。那重点就是把这个你自己写的造句哈，自己把它念熟这样子。念熟的话，这个句子的使用就会比较容易习惯。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打凳这个字根我已经用了，就不要用哦。你用别的，其实还蛮多的。或者是你刚刚有提供例句的那个老师哈，你就用你刚刚的字根，然后再变化看看。好，我们先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哦。Hai usapikiran ni kacau kura funus。这把对啊，我翻错了。那把妖刀是我用来砍树的啊，不对，那把妖刀是嘎造用来砍树的。我修正一下，因为你是嘎造，对对。好，谢谢嘎造。Usapikiran ni kacau kura funus。Usapikiran ni kacau kura funus。好，古拉是那个嘛？那把是我们自己把那个单位自己放上去啊，把刀的那个单位是把，一把两把。那把腰刀是嘎造用来砍树的。好 ，Sabikiran。好，我们再请 Ufaz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
对，我沙袋骨萨比祖过了你达纳的手杖是七里香做的。好，谢谢欧巴。他带骨萨比祖过了你达纳的手杖是七里香做的，你做过了。好，我们在好，嘎造的修正。那把腰刀是嘎造用来砍树的。好，我们在看那个无法的这个例句哈。他带骨扎比做过了，你达那做过是那个手杖哈，拐杖做过了，扎比做过了。会我看一下，扎比做过了，应该要怎么翻会比较好？是翻成用来制作拐杖的吗？对，所以如果在中文翻译上，可能需要再更精细一点，对不对？扎比做过了，用来做拐杖的。你做是什么？像那个吴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沙比足够了，足够了是拐杖嘛？那沙比足够了，你会怎么翻？就光这个片语就好，沙比足够了，会怎么翻？你会直接说手杖可以吗？手杖的制作来源。手杖的制作来源就是说用来应该是说用来做拐杖的材料，对不对？好，那所以中文翻译可能会说，达纳用来做手杖的材料是七里香，会不会比较好？对不对？好，那我改那个中文。对，那个这样其他的同学你会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其实你看像吴发他的这个翻译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这堂课的这个目的是说，希望同学用我们的那个系统所做出来的这个中文的方法，然后去做翻译，可能会跟我们使用的那个国语的习惯会不一样，但是会更精准一点哦。所以如果说像吴爸刚刚提供的例句，我会这样翻啊。对，达纳的手杖的材料是七里香，对，就是这样。因为它那个你看我们的例句哈，我沙袋嘛，所以是七里香，对不对？然后后面是达纳制作手杖的材料是七里香，这样的话就会 OK 哦。好，谢谢吴范提供的这个哈，刚好可以提醒我们。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那个制作拐杖的话，是不是米沙足够了？是这样讲吗？制作拐杖？对，做拐杖的话，米沙足够了，对啊。那如果是刚刚那个无法的，它的是不是要用沙比沙足够，比较像是制作拐杖的工具这样？会不会是比较像？沙比沙足够了。因为足够的是名词，你看哦，如果从我们的这个结构构词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也是可以用的。沙比足够了，就是制作。我们再回头哈，给个同学看一下哈。工具或方法，所以我看一下，所以改造你的意思是说，从中文翻译看的话，你觉得是沙比沙足够了会？对，我在想说，老师您的讲义啊，好像是咪加那个名词嘛，比如说米沙顿是采菜，
那有没有米足过这个字啊？米足过有这个字吗？哦，没有，对，没有我在想说，米足过。会不会是米沙足过才有这个字，所以它应该是沙比沙足过，会不会是这个那逻辑？那对我猜的啦。对对对，没有那个改造你有提醒我是对的了哈，你提醒我是对的，所以那个我们再请，不好意思哈，我刚刚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无法，我们从这个米拉顿开始来做变化哈，也就是说，这个咪后面，除非它是可以，就这个在你的例句里面，这个足够了，除非是可以使用咪，你足够了。如果它是成立的话，那你的这个句子就可以是成立的。如果说你足够了没有这样的习惯用法的话，那也就会影响到这个你目前所提供的这个句子了。我打代鼓，萨比足够了，你打那可能就要变成我打代鼓，萨比萨足够了，你打那就会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因为这样可能会变成米萨足够了，可能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后面就会变成这样子。我不知道你可以理解吗？好，可以。所以我再问一下那个发导，所以你们部落没有讲米足够了，对不对？做拐杖的话没有讲米足够了，对不对？应该是米萨足够了，对不对？哎，所以如果说放在你那个例句哈，可能就会变成萨比萨足够了这样的呢。那用来制作拐杖的材料是七里香，制作手杖的工具材料就是七里香，会变成这样子。好，我们谢谢那宣荣个老师，宣荣老师，哎，你说，宣荣老师，我这里有一个，刚刚听到那个谁，凯明老师讲的那个米足够，米足够，这里哈，有时候我们阿美族的话哈，就是因为我前面我没有听到，但是后面大概我稍微我的理解是这样，米足够有的时候用在哪里，你知道吗？米足够的意思是说，我要去取什么东西。米足够后个都，比如说我要去买酒，米足够这样。哦，那足够的意思是什么？足够它本身的意义是那个拐杖，所以你足够了，你足够了，这样这一句可以吗？你足够了，它后面它不会，当然为了要讲清楚一点，它一定会加一个吧，这样。所以我可以后面加所有的东西，对不对？是这样啊？对。那个星海老师，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足够了是那个吗？我们阿美只是说去扛的意思吗？类似这样的意思了。你足够了后吧，你足够了后过这样，它会引用在某个通常都是用在什么的？都是在酒类的东西，你足够了过这样。哦，是啊，这个是做变化了，对不对？对，有一点变化了。哦，OK，这是我的理解了。但是我不晓得刚刚那个凯明老师他用意，他讲的也是对的，但是可能老师你让我学到了一个字，这个很好。没有了，那个凯明说的跟那个星海老师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是这样子哈。那我可能不同的误会，不会，因为是两件事。我刚刚问我发的是说，米都够了，在部落有没有做拐杖的意思？我是问他这个做拐杖加拐杖的一定会加一个萨嘛。对，那对我刚刚是问他这个，然后你刚刚又提供了一个，对，提供了一个使用方法，就是你足够了，不是做拐杖，是有那个
扛去的那去取去扛这样的意思。去取去扛的意思哦，哎，对对，所以它只能使用在酒类啊，别的东西都不行吗？我的理解大部分都是在酒的部分了。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族人都是喜欢喝酒，所以都只用在酒？这个可能是你sa cukup你cukup ako haruman mana ko suano no mali tengah 好的，好的，好，是好，谢我有一个谢谢老师提供的哈。好，谢谢。我们先请那个苏雪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好了。Hai, usapina nuni ina kuni atakis。这个杯子是妈妈用来喝水用的。好，谢谢苏雪老师。Usapina num ni ina kuni atakis。这个杯子 kuni atakis 这个杯子是用来喝水的，是妈妈用来喝的。Sapina num 用来喝水。如果说我把我刚刚的这个是它这个工具嘛，那我们有时候在翻译可以不用说，可以不用把这个工具跟这个方法讲出来了，就是它这个一个想法，就是用来喝水的工具。其实这个工具可以不用搬出来，如果我们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的就好了。所以像刚刚苏璇老师的例子是说，是妈妈用来喝水用的，喝水用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嘛。所以这个工具可以不用写出来，除非你表达不出来，那我们就使用用来干嘛的工具这样子。好，所以刚刚吴发又提供了一个修正版，它的修正是那比萨做过了，那好，这样的话是 OK 的，没问题哦。不过我们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规则里面去哦，就是说，因为那个萨做过了，它已经也是一个构词了啦，所以我们再回到就是说很单纯词哈，单纯词这边，那前面加一个比沙凳嘛，我们刚刚讲用沙凳嘛，比沙凳比沙凳这样。好，如果说没有继续的，我们再往第三句来看哈。第三句是比沙凳前面变成八，刚刚是沙比沙凳，对不对？我们现在八比沙凳。好，我先来念例句哈。巴比沙凳是因那伊达瓜难，巴比沙凳是因那伊达瓜难。妈妈伊达瓜难是什么？是受格，对不对？好，巴比拉登是什么意思？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刚刚，巴比拉登是让谁去干嘛？巴比拉登就让谁去采菜哈。那如果这边呢，谁让我去采菜？是伊娜，妈妈让我去采菜哈。好，我们来试试看哈，跟第二句其实是差不了多少。巴比拉登，谁让谁去做什么事？巴比拉登，巴比马安。好，好，应该从句型1到句型3，应该还不会太难了。所以你看，我们线上有20位哈，就是我们一起练习。那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就打出来，或者是直接开麦说了哈。好，我们现在练习句型3哈，巴比拉登这个哈，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公式哈。我们刚刚老师刚刚使用的这个字根是拉登，所以我们从这个咪拉登开始来做变化哈。只要这个字根可以使用，它只要是咪型的哈，
比沙邓，那我们后面就可以使用巴比沙邓，巴比沙邓。我们现在是在这边哈，让谁去采菜哈？好，巴比沙邓是伊那达瓜难。我来试试看这个例句哈。我刚刚有贴了这个名词的字根。同学，你在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记得哈，记得它是咪型的哦。好，我们请 Fast 来念你的例句。对。爸比古号及妈妈一起拿嫩，爸爸叫他去喝汤。好，谢谢 Fast。爸比古号是名词嘛？爸比古号及妈妈一起拿嫩，爸爸叫他去喝汤。好 ，Alex， 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はい。爸比的古形系以及吴平安，老师叫吴平写字。好。比迪利不形系以及无平安。好，你看哦，我们来比较一下哈。我们用那个刚好它上面那一句好了，那个无法提供的句子，我们来比较一下哈。比古好及妈妈，对不对？妈妈用及，可是下面那句巴比迪利不形系，哦，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会，尤其是像比较年轻的同学哈，要怎么去分哈？为什么妈妈用几，老师用估哈？我们这样去分哈，记一下哦。如果是自己的长辈，跟自己有关系的长辈哈，你家里的长辈，我们都会用几。爸比姑好及妈妈，爸比姑好及阿公，爸比姑好及姨那，我们都用几。我们先用这样分哈。自己认识的，这跟自己有关系的长辈，我们就用几。那如果是一般名词呢，像老师啊、校长啊、警察啦，我们都用估，就是一般的名词、普通名词，我们就用形系。好，那如果是你的哥哥呢？巴比迪利嘎嘎还是巴比迪利古嘎嘎？我刚刚没有讲到，哥哥是我们的平辈嘛，跟我们的平辈的话，所以我们还是用估。所以那个鸡我们还是要分别一下哈，跟我们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就用鸡，那平辈呢，还有一般名词我们就用估哈。另外一个用鸡的话，像名词，像比如好几嘎造，用鸡哈，就是人名的话用鸡，这两个。那其他的普通名词就用估，就这样分哈。好，我们继续请苏璇老师来念你的例句。来，爸比夫丁吉伊娜以及妈妈按，妈妈叫爸爸去捕鱼。好，爸比夫丁吉伊娜以及妈妈按，妈妈吉伊娜对，妈妈叫或者是说让使对，爸比夫丁是爸爸去捕鱼。一般我们会说，应该都是用叫了。如果用让呢，是可以的。妈妈让爸爸去捕鱼，爸比夫丁吉那吉妈妈。好，我刚突然发现哈，那个 Alex 书这个地方哈，爸比迪利古形式以及无平安，这个无平安这个鸡跟无平要不要连起来？它这个受词还更呢？
还更哦。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要诶，有没有人有反对的？我改一下哦。那个森龙哥，这个可能有2种以上的版本哦。那个 Alex 可能是对的，因为朱清一老师他是分开的。那另外的南岛语言的书，有的是连在一起，所以可能这2种版本都可以。可以哈。所以那个 Alex 你可能不用改，哦，好因好好，为这个对，因为我的习惯我都会把它写在一起。好，可是所以这个不能说你对哈，不能说你错，两个都是可以。好，那我们再请嘎造，我们先练完嘎造这一次，我们先休息啊，因为已经55分了，快。哎，好，巴比玛丽及嘎造以张拉难，嘎造叫他们去打球。好，Tapi mari Gazal以张然nan，嘎造叫他们去打球，嘎造让他们去打球，使他们去打球，其实也都可以哈。看看你当时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比较适当哈，就用你适当的那个中文翻译去翻哈。嘎造叫他们去打球，Tapi mari Gazal以张然nan。那如果说你这个有点像那个，有点像起始的感觉哈，叫他们去打球。那要看当时的处境呢，有的我们也可以翻成用他们去打球，把比玛丽使球，让他们去打球，或是给他们去打球，这样都可以的。好，我们现在56分，我们先休息哈，几分回来8点56好了。金拉难就是我 po 在那个通话讯息栏这边金拉难跟金拉案。那为什么要 po 这个？因为我发现那个7:49的时候，我把这边所写的，我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刚刚没有发现到它多了一个 A， 对，不好意思，金拉，它多了一个 A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修正。因为它是受格一金拉嫩或是一金拉案就拖了2个这2个都可以，但无法有多写了一个 A 我做了这个修正。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句型也是咪型的。好，我先来念这个例句句型4。Ilutukku bisa dengan aku. Ilutukku bisa dengan aku. bisa dengan 是什么？我再回头。bisa dengan，bisa dengan 是直接就是这个 bisa dengan 后面加一个 an 所以它是采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采菜的时间或者是地点。Ilutukku bisa dengan aku。我采菜的地点在山上。为什么是地点因为我前面已经讲鲁杜在山上，鲁杜，所以我讲的是地点鲁杜古比萨登安那古，所以好，我们再请我们同学所以这个是比萨登安，它可以是指地点或者是时间。那怎么去分辨就从你的句子上去分辨，你表明的是地点还是时间呢？好，比萨登安。我们一样还是用这个 B 拉邓来做变化刚刚是加前缀，一个是 sa B 拉邓，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巴 B 拉邓。那我们现在是加一个后缀 B 拉登岸，加 an， 它就会变成一个地点或者是时间好，我们再请我们线上的老师同学来做练习提供一下例句。
bilatengan bimanan， 也是一样哈，就使用刚刚的那个咪型的名词字根哈，咪型的名词字根有12个嘛。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免得大家又忘了哈，就是说这个 B 拉登案啊，这个是我拉登所提供的这个句子嘛，字根。那这个字根呢，它是属于咪型的，也就是说咪型，所以说我讲咪拉登，它会变成一个动词，叫做采菜。本来是一个拉登是一个名词嘛，加了一个咪，它会变成一个主动的动作，叫采菜，所以我们叫做咪型的动词哦。咪拉登就是属于一个咪型的动词。那我们就从这个咪开始做变化，咪变成 b 拉登就会变成去采菜。所以我们刚刚的例句都是使用这个 b 拉登来做变化 ，b 拉登。好，我们再请范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嗨，Inachira ku biyakiwan niam， 我们打棒球的时间在昨天。老师，你忘记开麦克风了。哦，不好意思，应该只有一下子而已嘛哈。因为我刚刚咳嗽，所以我就把它关掉。好，谢谢吴范了提供的句子。Inachira ku biyakiwan niam， 我们打棒球 ，biya 这个 yaku 是野球啦，是那个日语啊，就是棒球的意思。biyakiwan 就是打棒球的地点还是时间呢？时间，因为它的前面是讲时间。Inachira 在昨天 ，Inachira ku biyakiwan niam。好，这个 niam 是我们哈，我们它是一个排他性的。我们有2种嘛，一个是米大，一个是 niam， 对不对？米大是我们是包含性的，不排他的 ，niam 是排他的，也就是不包含他讲话的那个对象。好，我们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伊阿鲁古比兹九湾，你嘎造捡贝壳的地点在河边。好，谢谢嘎造。伊阿鲁古比兹基湾，你嘎造。其实这样的例句哈，如果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前面直接就讲地点，所以我们听的人直接就哦，你讲的是一个地方或者是时间。伊那基拉讲的是时间嘛，雅路然后在河边，所以很清楚就会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哦。雅路古比这个湾采贝壳、捡贝壳的地点在河边。好，我们请那个 Cindy 念你的例句。嗨，老师，我的有订正最下面，因为阿洛我写错了。好，所以你念你最下面的订正的。嗨，伊阿洛古比嘎朗安尼伊娜妈妈抓螃蟹的地方在河边。好，谢谢 Cindy。雅路也是一个地方，乌比嘎朗岸抓螃蟹的地方。比嘎浪，所以我先来讲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BZQ， 我们再回头，我这个是回头讲，像那个刚刚那个小赵老师写的 BZQ one 是捡贝壳的地方嘛？那如果是 BZQ 呢，就是
70句就叫你去捡贝 ，it's a gill 去捡贝壳。所以那个像那个 Sandy 也是一样啊，比嘎兰岸是抓螃蟹的地方啊。后面因为 an 嘛，岸就会变成一个地点。比嘎兰岸就是比嘎浪就是去抓螃蟹了。比不定也是一样。好，我们请初贤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凯明，好，是凯明老师吗？等一下，还是我来念？一爸爸真古比福丁安你妈妈，爸爸捕鱼的时间在早晨。好，谢谢。一爸爸正捕比福丁安你妈妈，爸爸比福丁安是捕鱼的时间。因为他写的是爸爸正，爸爸正是一个时段嘛，早晨的时间。好，谢谢苏贤老师。好，还有一个 Alex， 好，请 Alex 来念。以搞不迪安国比迪山尼我病写字的地方在房间。好，谢谢 Alex。伊卡夫迪安，古比迪利山尼乌病。好，我们的这个句型练习，这个句型。迪利是字嘛，或者是写一个迪利是字，比迪利上就是写字的地方哦。那在哪里？在房间嘎夫迪案。那这个嘎夫迪案其实它也是构词哦，啊后面加案哦。那为什么是嘎哦？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是嘎夫迪案哈，不是比夫迪案？它这个地点哦。好，这个我们会牵涉到那个咪型跟妈型的这个。好，还有例句吗？还有，好。好，这个刚刚那个 Sandy 已经念过了哈。然后比格兰安尼呢？好，所以各位同学，你看哦，我们刚刚的这个句型式哈，因为都是人名，所以都会有你嘎造、你无 fin， 然后或者是自己的亲人的长辈，像你妈妈、你姨娜，有没有都是用你，对不对？这就对应到我刚刚所讲的。好，我们再看看那个句型5哈。句型5就是 before 拉凳前后都加词缀哈，前缀，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叫做环缀了哈。比拉凳后面加一个沙，比拉凳是什么？还记得吗？比拉凳是采菜的工具或方法，对不对？那后面再一个地点呢？如果是比拉登岸呢，那是一个地点或者时间。如果是沙比拉登岸呢，就会变成想要采菜哦。好，我来念一下句型5的句子哦。沙比拉登岸kaku ipaputar， 沙比拉登岸kaku 是主格的我想要采菜，我想采菜。沙比拉登岸kaku在哪里呢？不到这个地点，所以加一个一在外面。我想要在外面采菜。我想要采菜在哪里？在外面。我想要在外面采野菜，采菜也可以哈。好，所以这个沙比沙登岸就是想要哦。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所以它是比沙登这个字根前后前加撒，后面加岸，沙比沙登岸就变成想要采菜哈。所以你可以自己对照一下，沙比沙登是一个工具或方法，比沙登岸是一个时间或地点，两个凑在一起呢，沙比沙登岸就变成想要采菜，所以这个是需要记一下哈。这个没有办法用推敲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
背一下。萨比萨登岸就是想要。好，请大家来试试看这一句啊。这一句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想要而已。萨比马安难，想要干嘛？萨比马安难，萨比福丁岸就想要捕鱼，想捕鱼。老师，我有个问题，是，就是啊，刚刚那个萨比萨祖锅啦，在这里会不会刚刚他后来改成那句会不会是那个我想要用七里香做成想要用七里香做拐杖这样的意思？刚刚我一直觉得那句好像哪里萨比萨祖锅兰，对，他会对。他会想要萨比萨祖古兰嘎库。如果我这样子哈，因为我先回应你的那个问题了，那我再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规则。第一个哈，萨祖古是做拐杖嘛，所以萨比萨祖古兰就想要做拐杖。好，我再说一次哦，萨祖古米萨祖古，因为萨祖古只能用米萨祖古，它才会有做拐杖的意思嘛。所以萨比萨祖古兰就会变成想要做拐杖。如果把它换成这一句哈，萨比萨祖古兰嘎库伊巴布达，我想要在外面做拐杖，就会变成这个，就跟七里香就没有什么那个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这个足够了哈，它比较我们阿美族比较没有习惯让它变成是那个咪形的那个动词，因为很少使用。但是刚刚星海老师又提供说咪足够了是可以被使用的，因为那个已经是后来变化的了，就是运用上变成那个什么它是什么扛酒或是去拿酒的意思，米足菇，因为它都使用在酒上嘛。是，那老人家就比如说你去帮我拿拐杖，会讲说米祖咕嘎咕，然后你去帮我拿拐杖，会不会是米祖咕是我要拿拐杖那个的意思？你们部落是这样讲吗？好像是。是哦。但是刚刚那个星海老师说哈，他们部落讲米祖咕有一点是去拿的意思，去米祖咕，然后他拿什么呢？一般都使用在拿酒。他把那个拐杖，可能我是这样猜想啊，以前就是他们部落可能去拿酒的时候，可能是2个人，或者说1个人，就是用那个拐杖，就是那叫什么，好像挑夫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使用那个单字足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对，那如果你们部落米足够也有拿拐杖的意思吗？米足够了。对。哦，是啊。所以如果萨比足古兰，那个 carry， 你可以提供一个句子吗？就是你们部落会用的，然后你用那个足够了。萨比足古兰的故意，不到你会怎么办？就比如说，太难了，这个好难，是要我写出来吗？就是对，然后例句，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好，那我刚刚的问题是说，这里写萨比拉登嘛，刚刚那个同学是写，后来他改成萨比萨祖古七里香我忘了怎么讲，那他的意思会不会是他的中文的翻译是不是要把它翻成说就是说这个想要用七里香来做成他的拐杖这样的意思？你是说用在这边吗？刚刚句型5吗？因为他原来是写对。我刚刚不是有示范吗？就是萨比萨祖古兰嘎库伊巴布达会翻成
我想要在外面做拐杖，因为我的那个字根啊，这个沙灯变成沙足顾了嘛，沙足顾是做拐杖的意思嘛，所以沙比沙足顾烂就会变成想要做拐杖，然后其他刚刚那一的都一样。句好像没有按，所以它是工具啊。没有啦，我是说句型5哦。刚刚那个 carry 了的意思是说，如果沙足顾用在这边的话，要怎么翻，对不对？ Kelly 可能他以为那个上面他刚刚修正的那一句沙比沙足够跟这个字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按，那个有刚刚那个是没有按。哦，对，没有沙比沙足够就是做拐杖的工具嘛。那沙比沙足够烂就是想要做拐杖。好，这个好，我来这样子哈，我们刚刚是句型2啦，沙比，如果我用那个，刚刚是无法什么好？如果无法老师提供那个沙足库啦，他是用沙比足库了，后来有一点那个就是说使用上的争议，因为有一些部落好像可以，就像星海老师说他们部落可以，然后如果在这边的话，这个足够了，我还是会建议用那个沙足够了，因为这个足够了比较不是咪型在用的，有没有？我是说我的部落习惯了哈，先不要想到那个星海老师的哈，所以比较没有用到咪足够了。好，所以我这边的翻译就变成萨比萨足库拉古古尼阿沙代，就会变成这样子。我萨比萨足库拉古古尼阿沙代，这个沙代是我用来做拐杖的，就会变成这样子。啊，这个七里香是我用来做拐杖的，就会变成这样。好，我不知道那个 Kerry 好，可不可以好，理解？我明白，我知道，就是可能每个部落用的方式不同吧。对啊，因为刚刚那个星海老师又说他们不可以啊，米足够了，他们有这样用啊，所以可能还是按照，对对对。我这边我再重申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除非以后大家同意了。那如果说有各部落使用不同的方法，都希望你们都可以提出来哈。所以就说还是要尊重部落的使用方法啦。好，那我们先来看，好，我爸有提供一句哈，句型5，对不对？好，请我爸来念一下。哎，这边猪按古娃娃，小孩想要洗奶。洗奶，好，谢谢，很简单哦。这边猪按就想要洗奶，这边猪，我们讲是那个，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啊，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就是乳房嘛，所以在这边会变成就是小孩就是要吸吮，就是要吃奶的意思。这边猪按娃娃。好，谢谢欧巴。我们再请那个智慧来念你的例句。这边那个老问吉马上想要去夜抓。夜抓。好，谢谢智慧。Sabi 那个老万，Sabi 什么什么案。那这个诶，我问一下智慧老师啊，那个老是名词吗？还是动词？那个老，那个老，那个老是那个那个老是头灯吧？那个老，我忘记那个老。
它是头灯，灯嘛，是头灯嘛，米拉格嘿，劳。哦，对了，米就是晚拉格劳，上带头它是灯去抓它是去它是咪抓型的哈，米拉格劳米拉湾克劳。吉马浪。好，好，那个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哈，像那个拉格劳，刚刚智慧老师有讲，拉格劳是一种头灯哦，我不知道各位比较年轻的有没有，像那个像去海钓啊，他们都会戴在头上，然后这边有一盏灯这样，那不一定是戴在头上啦，像我们以前米拉克劳也不一定戴在头上，就是手上的都可以哦，甚至于就是火把也都可以，那个都叫米拉克劳。那它是一个名词，可是后来会被延伸，会延伸成去夜晚去捕东西，去去捕鱼，反正就是夜间去捕兽什么东西的，我们都叫做米拉克劳米拉克劳这样子。它从名词延伸成一个动作，一个动词，所以它翻译变成夜抓哈。那抓什么？山上、海边都是可以哦，都可以使用 m i l a g r o 好，我们再请朱贤老师来念。好，朱贤老师在吗？这边有听到吗？有没有听到？你刚刚有念吗？没有听到。对，我的那个讯号有点。Sabi afalan go witang aku， 我的朋友想要抓虾。好，谢谢朱贤老师。阿法尔哈，它的字根是阿法尔，阿法尔是虾，代表阿法兰就是抓虾。我我刚刚有讲过哈，其实阿法了，阿法了，我们叫抓虾嘛，其实也可以说网虾，因为抓虾要怎么抓？抓虾一般都是用网嘛，有没有用钓的？好像也有用钓的，所以看你当时的情境啊。就说你阿法尔这个字，你要翻成中文，就看你自己的情境，看你要写抓虾，或者是网虾，还是钓虾都可以，就看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情境哦。所以不光只是抓而已哦，也有人用抓的吗？就是用手抓吗？好像也有。好，阿法兰古伊桑阿古的朋友，伊桑阿古，好。我们线上的同学哈，好，我们先请嘎造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Sabi malian guwawa ni zalao i bidirisan， 杂lao的小孩想要在学校打球，那个才学校才是没有的嘛哈。好，谢谢嘎造。Sabi malian 字根是玛丽，玛丽是球。Sabi malian 就是想打球。Sabi malian guwawa ni嘎造，你杂lao，杂lao的小孩，娃娃你杂lao。嘎嘎你杂lao是杂lao的哥哥，妈妈你杂lao，好，这个要会翻哈。一比地上地点哈，一比地上，比地上这个也是动词哈，比加案，比地上，好，那个句型式哈，句型式的那个构词就是比加案哈，所以这边打造用了两个句型哈，使用了两个构词的方法，就是萨比马阿难、萨比马里安，然后一个呢比马阿难就比地利上，它又使用了两个。老师，我想问你哈，如果我用比马里岸，是不是就是球场的意思啊？比马里岸对啊，就是玩球的地方啊。玩球的地方其实一般来说，它可以指专门的球场嘛。
那也可以就是你当下玩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你也可以想，你可以讲 Tapi Marian kuwawa nikazao i Bimarian 也可以啊。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是你讲的地点比较大嘛，因为那个 Bimarian 一定是没有比 Bidilisan 还要大嘛，所以这个 Bimarian 是在 Bidilisan 里面嘛，你只是指了一个比较大的地点而已。好，还有例句吗？我刚刚要讲什么？好，就说我们如果有年轻的学员哈，或者是说比较不熟悉的学员，再把这个5个句型背一背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哈，应该没有别的例句了哈，我们再继续往下哈。好，现在我们看也是咪型的哈，但是我们使用动词的字根，咪型动词的字根。那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当使用动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好，我这边呢，我是使用阿拉拿是动词哈，在字根里面它是动词，它这个动作。我们刚刚使用的是名词，那我们现在用动词哈，阿拉，所以米阿拉它延伸成其实还是动词的意思哈，虽然字根是动词，那它还是使用这个咪，它也是咪型哈，米阿拉就变成主动的去拿，还是拿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它的意思没有改变。好，那一样的方法啊，咪变成祈使句，它就会变成 be。所以虽然这边我写只有拿，但是仔细看一下，我拿的后面有一个惊叹号，所以它是祈使句哈。如果要再明确一点，就是说去哪，亚拉去哪，米亚拉呢？米亚拉就是拿而已哈，这个动作拿而已。比阿拉是叫你去哪，哦，到任何人去哪，比阿拉。所以我们从这个比阿拉开始做变化哈，变化呢也是有3个方式哈，一个就是比阿拉前面加前缀，第二个是后面后缀，还有一个是前后缀哈。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比阿拉前面加一个萨比阿拉，一样哦，跟刚刚的一样，萨比阿拉是什么？一样，就是拿的工具或者是拿的方法。萨比阿拉，杜曼萨比阿拉，就是拿的工具或方法。啊，第二个呢，如果我先说明一下，等下再看例句哈。第二个，如果是比阿拉前面词缀变成把呢，把比阿拉也是一样，跟刚刚那个名词字根一样哈，让谁去拿，使谁去拿，好了。好，如果是后缀呢，比阿拉后面再一个按呢，哦，它又变成地方或者是时间哈。比阿拉按拿的地方，比阿拉按拿的时间哈。好，第3个前后缀哈。如果我们使用前缀后缀，这个比阿拉前面一个加一个萨，那比阿拉是拿的工具，如果后面再加一个按呢，比阿拉按一样哈，想拿也是有想要的意思哈，想要拿，好，就这样子。好，这个后面这个沙比阿拉恩，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在使用上我们很少使用了，但是会有使用，但是因为比较少用，那我们在翻译上也会不好翻，所以我先跳过哈。好，来使用我们来看这个动词字根哈。我先贴好了，大家可以先准备。好，我先把这个动词字根先贴出来，各位可以赶快先写了哈。好，咪型的动词字根。好，我们来看例句哈。我们先写那个句型1好了。能，我现在是用能哈，看。能个过度做啥？所以，因为它是动词，能看。
看什么呢？读萨，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数词？所以前面的读，明能该过，我在看，看什么呢？读萨，我在看书。那一般这个在或是要，我都把它省略哈，我直接就翻我看书。明能该过读萨，我在看书，我看书。好，很简单。动词字根咪型的好，请大家来试试看哈，不用想太多。那个有初学的最好赶快多练习啊。咪加上动词的字根来造句啊。嘎固是我嘛，第一人称的主格，能嘎固，或者是用第二人称也可以，能给说，第三人称也可以，金大。好，我们来请欧巴来念。嗨，咪当当吉那杜拉瓦，妈妈煮飞鼠。好，谢谢欧巴，你当当吉那都拉忘了。你当当是动词之根啊，你当吉那主格哈。自己的家人的长辈都用吉那，或者是人名的话也用吉，到吉巴奈、吉扫骂都用吉哦。那做什么呢？受词前面要加一个度。好，还有没有别的例句呢？谢谢大嫂。好，我们请大照来念例句。咪是爹吉因那杜娃娃，妈妈打小孩，妈妈处罚小孩。好，谢谢大照 ，mistake 打是电是也是动词哦，打 mistake 吉因那杜娃娃。好，谢谢大照，然后请苏贤老师。咪叽叽吉因那杜弟弟，妈妈切肉。好，谢谢。你这那都弟弟，弟弟就是肉了。那一般如果没有指称是什么肉的话，我们都会就是想当然了，就是指的是猪肉了。如果没有指称的话，好，我们请智慧老师来念。米嘎拉多苏里巴古瓦住，狗咬拖鞋。好，谢谢智慧老师。米嘎拉杜苏里巴古瓦住。那如果说好这一句哈，刚好谢谢智慧老师哦。智慧老师他把那个放到后面，那可不可以呢？其实也是可以。米嘎拉杜苏里巴，嘎拉杜苏里巴古瓦住，米嘎拉古瓦住杜苏里巴可不可以？可以哦。这个其实这个又要看那个部落的那个习惯了。那我们部落的习惯刚好跟智慧老师的习惯会不一样。我们会使用那个米嘎拉古瓦住的苏里巴，比较会习惯这样子，但是都一样哈，都对。苏里巴是外来语吧？苏里巴是外来语，好像是日语哦。拖鞋。好，我们请 Alex 来念的句子。有嘎巴和吉妈妈达拉鲁多金拉阿米阿索多老外。爸爸年轻的时候，他会去山上猎飞鼠。好，谢谢 Alex 提供的句子哈。有爸和吉妈妈讲故事呢，就说爸爸有个爸，就是说年轻人哈，因为他这边户是还年轻的时候，爸后
嘎巴呼哇哇呼就是小时候，嘎巴呼是年轻的时候，就妈妈把年轻的时候，大陆都提了啊，米阿苏哦，这是我们句型一所使用的米马安阿苏的曼多拉瓦了飞鼠。好，谢谢 Alex 哦。他这个提供的这个句子就比较有深度了。那不过还是可以很容易去理解。好，所以我们也可以鼓励那个就是说已经有一些程度的学员或是老师，可以模仿那个像 Alex 的这个方法，就可以给大家学习一下。好，还有例句吗？如果没有，我就往下。好，请那个 Cindy。还来不及写中文。没关系。你阿西嘎古杜嘎夫迪安，我打扫房间。好，谢谢 Cindy。哎，你阿西，不过那个阿西是动词了哈，动词这个阿西是扫地，阿西嘎古杜就扫的意思，扫地。阿西嘎古杜嘎夫迪安。好，这个嘎夫迪安这个也是动词嘛哈，这个后面也会讲，因为它是嘎加按哈，一个地方睡觉的地方，房间呢。好，我们请 Valius 来念你的例句。你发扎发伊阿妞都雷国伊阿路，阿妞阿姨他们在河边洗衣服。好，谢谢 Valius。你发扎发伊阿妞都雷国伊阿路。好，受词也有地点哈，那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句子的最后面这个伊阿路，在河边哈。那谁在河边？扎发伊阿妞，发伊是阿姨婶婶的意思，所以发伊阿妞，如果这个跟我们部落习惯是一样哈，就是讲阿妞阿姨，我们会说发伊阿妞，就是我们名字会在后面，嘎嘎扫嘛，我们会这样讲哦。有时候因为可能哥哥很多，所以后面会加他的名字。就是法伊里嘎啦，法伊把那也会，我们都会这样讲。那这个很特别，他用扎哈，扎就是复数，就是谁谁他们、阿姨他们、阿公他们、哥哥他们都会用扎哈。那个格位标记哈，用复数的时候，某某他们都用扎，扎法伊。阿姨他们，的妈妈、爸爸他们，在伊娜、妈妈他们，好，这样子哈。好，好，这个句型比较简单，我们就往第二句哈。第二个句型我来念一下哈。字根一样，我是使用能了，就看了。我是边能啊，过都做啥？古尼啊，做故意，做故意。好，这个做故意是我们那边有的部落会讲巴拉斯，对不对？那我们那边会用做故意。我是边能啊，过我用来看的。好，我来回头一下。沙比马案就是用来干嘛的工具或方法哦。沙比能啊，故我用来看什么的？看书的工具是什么？古尼亚之古。好，沙比能啊，故都做拉。我用来看书的工具是这个桌子。好，古尼亚之贵。那我们翻呢是怎么翻呢？从后面翻哈。
古尼亚之柜的这个桌子是我用来看书的哈。我的中文翻译没有工具了。那一般的话，我们只要知道目的就好了。这个工具或者是说这个方法，不用写出来，除非你无法表达啊。那所以我们在中文翻译，你看啊，把这个工具跟方法放在你的意念里面就好了哈，不一定要翻出来。所以我们从后面翻，古尼亚之柜就这个桌子。我萨宾的那个是我用来看的，看什么呢？看书，读沙。再念一次啊，我萨宾的那个读沙，古尼亚之柜。这个桌子是我用来看书的。好，那请大家来造造句哈。萨比啊，好，萨比马安。萨比马安，萨比马安，动词字根哦，好，动词字根。好，哦，吴爸很厉害哦，好，请吴爸老师来念。对，u fakro ku sabi tang tang ni fafahian fufu numa ku du mangzer。我的阿妈煮3枪的材料是石头，就是石煮法。石煮法，好，谢谢吴爸老师。fakro ku sabi tang tang ni fafahian fufu numa ku。好，读满字我们从后面来看哈。它是受词嘛 ，manzel 是什么？3枪。那这个 manzel 是要干嘛呢？它这边写 zabi tang tang， 就是用来煮这个3枪的工具是什么？石头，所以他把这个把这个它放在前面哈，像我刚刚的例句哈，我先把这个我的工具放在后面，有没有？古尼亚主币是我的工具嘛？然后我前面先把这个构词这个方法，把别人那放在前面，我把别人那个过，我用来看的工具是什么？我用来看书的工具是古尼亚之柜。然后这个无法的方法呢，它放到前面，法克洛，他先指出来，法克洛过萨比当当。石头是他用来煮的工具，石头是用来煮的工具哈，所以他后面讲石煮法。好，谁来煮呢？你fafahayan fufu numaku 哈，fafahayan fufu numaku， 所以他这边翻成是我的阿嬷，哎，会不会有点复杂？好，fafahayan fufu， 我们这个fufu可是会不会部落？可能部落都不一样哈。像我们比较常讲的夫妇都是讲孙子啊，所以孙跟主啊，不管是孙或主，可能都是用夫妇哈，因为这我有听过，就是巴亚的夫妇，它有可能是指女的祖先哈，祖母就是祖母了，或者是孙女。我们那边也有讲是孙女，那这个可能看部落。好，我们请朱学老师，我们快一点哈。嗨，好，等一下，我这怎么不讲？在上面。Usapi你那古你阿塞杜，这把菜刀是妈妈用来切肉的。好，sapi cik sapi cik 是动词哈，动词是跟 sapi cik 用来切的工具是哪一个呢？古尼阿塞杜，哦，这把古尼阿塞杜谁要切 ？sapi cik 你呢是妈妈用来
切肉的，这边的情境是苏显老师他是直接切肉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只切任何东西了，其实也不一定是切肉，对不对？这要看你自己的情境。我补一下，补一下啊。老师我忘记写受词。好，对对对。好，那我们先请下一个那个法利斯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Usabi asik numaku gunasa asik， 这个扫把是我用来扫地的。好，Usabi asik， asik 是动词这根嘛哈 ，Usabi asik 用来扫的工具是什么？我用 numaku 是我用来扫的工具 ，gunasa asik。好，你看它使用了2个 asik 哦，其实都是构词哦。Usabi asik 就是扫的工具嘛，它扫的工具是什么呢？是这个 asik。好，这个 asik 就是asik 是扫嘛，前面这个沙是什么？所制作的这个asik，我们讲就是用沙哈形成的这个扫地的用具哦，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扫把。好，它这边有一个前面一个呼纳哈，呼纳像那个这个是呼纳是我们比较这个叫什么比较口语化的一个方法，它其实是2个加起来就是那个我刚刚第1堂课我有讲过哈，就是古尼就是这个指示代名词哈，古尼阿萨西，它如果连接起来就变成古纳哦，所以不要搞混了，其实它是一样，古尼阿萨西，它是很口语化，是加起来就变成古纳萨西这样子。这个扫把，好，我们先来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哈，后面还很多。Usabi asuk nu iwatan tu mangzer gunia guang， 这把枪是布农族人用来猎山枪的。好，谢谢 Alex。所以他后面哦，我直接看 gunia guang 有没有？所以他也可以讲说那 guang 是一模一样的哦，跟那个古纳跟古尼啊，它其实是很口语化，就变成古纳。标准的话是古尼啊古昂这样。这个枪，这把枪是什么？特别阿杜，杜是动词嘛？动词这个萨比阿杜用来打猎，打猎什么？萨比阿杜杜嘛，这就是用来猎山枪的。谁来猎？谁来猎啊？就是努伊瓦蛋布农族，我们讲伊瓦蛋布农族。Usabi asuk nu iwatan tu manzer gunia guang。好，我们请，好，下一个是苏璇老师。站在最下面。哦，好。Usabi jijini ina tu didi gunia saidu。这把菜刀是妈妈用来切肉的。好，谢谢苏璇老师。Usabi jijini ina tu didi， 好，它有受词了哈。Usabi jijini ina tu didi gunia saidu。古尼亚就是古尼亚，古尼亚，古纳。好，下一个是那个嘎赵老师的，请嘎赵老师来念你的例句。Usabi stek ni ina tu wawa kuraa sastek， 那支棍子是妈妈用来打小孩的。好，谢谢。Usabi stek 是动词的字根哈 ，Usabi stek 用来打的工具哈。Usabi stek ni ina 妈妈用来打的工具是什么？古拉萨斯蒂，这个跟那个打戏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动词方法哈。电是打，萨斯蒂就变成那个打人的棍子哈。萨斯蒂，好，那谁来打呢？你那，你那妈妈打谁呢？赌娃娃有没有？打小孩的工具。
那一般我们翻都不会把工具翻出来啊，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好，那这棍子是妈妈用来打小孩的。好，还有吗？我刚刚有没有漏掉的句子？应该是没有哈。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无法写的那个句子哈。Babahian 啊，夫妇，因为这个比较会让我有一点那个，我自己会搞混的，因为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爸，你还在线上吗？那个 Babahian 啊，夫妇，你们都是指阿嬷是不是？阿嬷，如果夫妇就是阿嬷阿公都可以，但是我想那说，那孙子呢？孙子也是讲夫妇吗？也是孙啊这样。哦，所以是哦，所以祖跟孙都是用夫妇就对了。哎。哦 ，OK， 所以这个部落的用法还是会有一些的差异的。我们一般讲夫妇，像我们那边长滨哈，马格拉海讲夫妇的话，指的都是孙子了。那阿嬷的话，我们就直接讲阿嬷了。如果是奶奶呢，就是麻木，就这样子。所以我刚刚一时无法那个，一直转不过来，巴巴亚那夫妇这样。好，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多，谢谢我们线上的老师哈。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不同部落的一些用法，我光今天就学到好几个。这样的话，以后到别的部落去，或者是听到别的部落的口音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分辨说它是什么意思，才不会有那个像我刚刚这样，巴巴亚那夫妇一直无法那个无法转过来哦。如果习惯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哦，那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线上的老师或是初学同学，就是尽量写，也没有关系哈。就是说，如果说有需要修正的，我们也会提出来，大概怎么样会比较好这样子啦。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提供你自己的想法，就是让我们线上的不管是学员老师哈，都可以互相学习。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刚好是9:02哈，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刚好是句型2哈，我们下一周就从句型3开始练哦。好。